接下来又带着你的美食档期。国庆的特别节目及苏州317 3天6，天天换着花样进来教导你苏州的3吃。反正后来是么肚皮里向好事也做囊了海。那么现在嘛，这个陆燕华搭档么讲你去今朝，你来看看啊，你都要教代上个海吃么子呢？昨日子当年搭大家家来只一台四花三毛，今朝呢也搭大家来玩玩开皮，还是当浪平华街的搿一般点心店里向。那今朝呢也请到大家吃的第一个点心噻，何老师啊？啥么子家？一只猪油豆沙大包。猪油豆沙包司空见惯，但这个叫做猪油豆沙大包，莫非做得非常大？那么是大包呢不大个，因为为啥呢？你呢，太多事情可以吃不落个。那么现在呢，比中包大点，比大包小点。原来啊，所谓大包只是一个说法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中包。而这个猪油豆沙大包这么有名，奥秘就在于它的馅料猪油豆沙里。豆沙也好吃，插头是关键。本身先插头也先得好，插头拿走了以后要打，打之后要浸，浸好以后是沤，或者说是蒸。那么沤的辰光呢，要把一定的水分，沤来以后就是打插头一个配比。也相当重要，是2斤糖、2斤插头，再把半斤猪油下去。剁好以后，那么要还要慢慢加熬，哪个样子熬，你像味道。先放油，先放油。你先放豆沙锅容易焦底的。刚刚油还在，那么先放油，然后豆沙下去，然后再放糖。你擀这个皮子的时候，中间不能擀得太薄，要边上薄一点。中间太薄了呢，一包以后它容易穿掉，在笼上蒸以后也容易穿掉。你看每一个皮子中间都是高一点点的，边上薄薄的。苏州小吃的精细体现在它的制作工艺上。猪油豆沙大包做好后，外面还要剪花。这个旁边才是花，但是风水工匠出来的。是用一只。这么是一只专用工具剪出来的。剪出来是剪花大板。叫剪花大板。那么这个剪花大板呢，有点技术性的，你剪得轻，画不出来；你剪得容易抽出，你还要40克。原来是40克啊！干嘛？说是就是，陆艳华从小就是心灵手巧，相信前出的花也不会太摊台。哎呦，不来。可以，买好了，买好，60分。哎呀，但是，不来，我可以啊！这个我也买好了，你找了呀？你再搞我去的哈子。我也没开上。师傅家个呢，那个细的嘞，是吧？我家个呢，这个距离太超载了。那个呢，师傅呢，家出来个是细的，我家出来个呢是丫头。不管是小姐还是丫头，包子做好之后，一律都要带点妆。这样当中要点红的。这个点红的呢，有出点的。可以哇。叫红云当头。红云当头太可以吃。吃子你个馒头呢是干哈用，是吧？那么你苏州人有句闲话，吃馒头么是叫兴隆，是吧？对，兴隆啊。那么这个煲上面要馒头了干。对。那么这个先吃馒头么是先兴隆后干法。那么先吃干么这个先干法后兴隆，是吧？对。我咋个做个讲？搿说再做法个做啊！你看人家个花，匀个，你是现在不花的变。对。我讲花了嘿，你看呢？搿只馒头就像干酱。是的。我一个叫食材是鲜。食材是鲜，对个。那个。还好了哦。没好。好吃。
一句棒，一句棒，一句棒。包子的外形虽然良莠不齐，但里面的馅料、外面的皮子绝对是差不了。但是包子再好吃，肚子总是有限的。刁老韩和陆艳华2个人消灭这么大笼包子，怕是有点问题。但是包子打包回去，还能保证有这么美味吗？不是有句闲话，叫出笼馒头回笼干。这个馒头嘛，一热水锅汤，蒸出来吃。干么回蒸？干么回蒸子嘛，一蒸一海吃。一般馒头三个重新像肉馒头呀回蒸子过后呢，里向个肉嘛500只，吃上去个皮子嘛烂渣渣子。那么像埃个馒头，我但蛮欢喜吃，我假使毛点走去改蒸蒸也有问题呢？没问题的，改个豆沙馒头。第一个馒头可以回蒸的，因为你肉馒头一回蒸就呢，肉也把搿只皮子吸脱的，因为你搿只盖头比较松，不分细面的，搿个叫活面。活面嘛啥个讲究？活面嘛就是里向有盖头的，或者发豆沙馒头主要的搿只豆沙一定要炒得浓，对个，不能有控制味道。对的。甜度要适中，因为现在的人不可以就是太甜。对。但是现在搿只馒头里向，而且都是隐隐要有一点桂花香。啥个意思呢？包括桂花干。桂花生在桂花园，桂花有的。皮子好，豆沙妙，再加点桂花就更加呱呱叫了。老三，那么我到吃带蒸个海吃。还是蛮灵啊。那么还2张，对不起噻，等下么我倒走去找啊。好个。民生在线记者报道。吃子唯一到来，看上去对整个是蛮好吃的。那做美食节目么顶顶开心，不像我只有得看没吃的呢。接下来一单子你个美食档期，国庆的特别节目及苏州3月7、3天6，天天换着花样进来教咱你苏州的3吃。反正后来是么肚皮里向好事还做囊了海。那么现在嘛，这个陆燕华搭档么讲你起劲子，你来看看啊，你都要教咱啥个好吃么子呢？昨日子当年搭大家家来子一台时花3毛，今朝呢也搭大家来玩玩口味，还是当浪平华街的搿一般点心店里向。那今朝呢也请到大家吃的第一个点心噻，魏老师啊，啥物事讲？一只猪油豆沙大包。猪油豆沙包司空见惯，但这个叫做猪油豆沙大包，莫非做得非常大？那么大包呢不大个，因为为啥呢？呢，太大之前可以吃不落个。那么现在呢，比中包大点，比大包小点。原来啊，所谓大包只。好吃。一句棒，一句棒，一句棒。包子的外形虽然良莠不齐，但里面的馅料、外面的皮子绝对是差不了。但是包子再好吃，肚子总是有限的。刁老韩和陆艳华2个人消灭这么大笼包子，怕是有点问题。但是包子打包回去，还能保证有这么美味吗？不是有句闲话，叫出笼馒头回笼干。这个馒头嘛，一热水锅汤，蒸出来吃。干么回蒸？干么回蒸子嘛，一蒸一海吃。一般馒头3个重新像肉馒头呀回蒸子过后呢，里向个肉嘛500只，吃上去个皮子嘛烂渣渣子。那么像埃个馒头，我但蛮欢喜吃，我假使毛点走去改蒸蒸也有问题呢？没问题的，改个豆沙馒头。第一个馒头可以回蒸的，因为你肉馒头一回蒸就呢，肉也把搿只皮子吸脱的，因为你搿只盖头比较松，不分细面的，搿个叫活面。活面嘛啥个讲究？活面嘛就是里向有盖头的，或者发豆沙馒头主要的搿只豆沙一定要炒得浓，对个，不能有空。不管是小姐还是丫头，包子做好之后，一律都要带点妆。3月当中还点点红的。搿个点红的呢，有出点的。搿有啊。叫红云当头。红云当头太子可以吃。吃子你个馒头呢是干哈用，是吧？那么你苏州人阿拉有句闲话，吃馒头么是叫兴隆阿拉。对，兴隆啊。那么这个巴上面有馒头了干。对。那么这个先吃馒头么是先兴隆后干法。那么先吃干么这个先干法后兴隆，阿拉侪对。
哦，我的哈子啊，我咋个做个讲？搿少再吃饭还搿少啊？你看到人家个花，匀个，你还是现在不花的，别是吧？啊，我讲花了黑那个呢。搿张木头就像搿张，是吧？真的啊，我一个叫食材是哎，咸菜是咸对个，那个啊，为啥呢？哦，啊，没哈没哈。苏州小吃的精细体现在它的制作工艺上。猪油豆沙大包做好后，外面还要剪花。搿个旁边侪是花，搿是风水工匠出来的。啊，是用一只哦，哎，咱们是一只专用工具剪出来的。剪出来是剪花大板。叫剪花大板哦。那么搿个剪花大板呢？嗯。有点技术性的哦，你剪得轻，画不出来，你剪得容易抽着。你还要试试看。我试，哦，原来是你试试看，试试看啊！干嘛？说是就是，陆艳华从小就是心灵手巧，相信前出的花也不会太摊台。哎呦，不来，可以，可以。买好了还。你好，60分，60分。哎呦，但是，哦，不来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这个我一个买好了还。你提着了呀？你再搞回去你看去。两只那个。哦，搿我也没看上个。师傅家个呢，那个细的嘞，是吧？我家个呢，这个距离太超载是吧？那个呢，师傅呢，夹出来个是线条，我夹出来个呢是丫头。只是一个书法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大中包。而这个猪油豆沙大包这么有名，奥秘就在于它的馅料猪油豆沙里。豆沙也好吃，插头是关键。本身先插头要先得哈，插头拿走了以后要打，打之后要浸，浸好以后是沤，或者说是蒸。那么沤的辰光呢，要保一定的水分。沤来以后，就是打插头的配比也相当重要，是2斤糖、2斤插头，再把半斤猪油下去。剁好以后，那么要慢慢加盐，哪样子盐，你像味道。先放油，先放鱼。你先放豆沙锅容易焦底的。刚刚鱼还在，那么先放油，然后豆沙下去，哦，然后再放糖。你擀这个皮子的时候，中间不能擀得太薄，要边上薄一点。中间太薄了呢，一包以后它容易穿掉，在笼上蒸以后容易穿掉。你看每一个皮子中间都是高一点点的。这个得出来个，哎，像豆皮。边上薄薄的。